来这个镜头继续来到东部，因为风台的外围环流，所以落大雨。这个台九线苏花公路发生着土石流，尤其是惠德隧道往南的出口，有大片的土石放落来，一度有8台车、14个人掉离现场，即摆拢已经安全脱离了。公路局讲，这个苏花公路目前要先封起来，后续会看风台的状况，再来决定开放的时间。 驾驶想要继续驶，还未出磅空口，看到这个画面随停落来。这是花莲惠德磅空的南口，落水挂土石啊，一直流落来，下开石头愈顿愈悬。另外一边未输水墙，驾驶愈看愈惊。山土尔山导致风台接近，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东部落大雨，放落来石头将花莲惠德磅空挡掉咧，当时人甲车拢压伫磅空内。 警消人员出动大型机具赶到现场。根据了解，花莲仁和到中德路段，真个所在拢有土石流。惠德磅空的北口积水真济，南口部分冒崩山，往南的车卡伫中央进退两难。捌有8台车14人掉入内底，工作人员协助这个车慢慢退到北口，并且到仁和管制站起等，目前已经安全脱离。车慢慢退到惠德的北口，到后仁的管制站等放行。 那为什么还会在崇德管制站这边等他？不知道南回我要走呢，那今天我要回去工作啊，工作啊，走南回太累了。 土口拢是落雨门，要大石粒石头。苏花公路164.5公里的所在嘛，崩山，连带影响到铁路的交通。工程人员赶紧抢修。因应今天的一个降雨量会增加的一个情形，那12点之后，我们整个苏花公路就会进入完全封闭的一个状况。这一波的封路就是有可能就会一直持续到2号。风台继续带来大雨，灾情不断。公路局表示讲，苏花将会全线封闭。 后续会看风台影响程度甲道路的状况，再个公告恢复通行的时间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